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粿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个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这个无情城市吼，有一站咱台湾常常发生哦，互人放票啥货啊。这个代志我是想讲，心理上安怎发生啊？遮个人安怎应付互人放票去的这个代志吼啊，所以写出来啊，主要就是咧讲无情的社会啦。这菜刀早起阿权有磨过，刀喙有来，乌青的象真真斩落去，迄镜头啊，一个就剁断去，坐坐一节落伫涂骹。迄囡仔就是喙，互人用布剪咧，哀袂出声，惊甲目睭捏起来，毋敢看。总是伊的双手，互人用锁仔捆咧，绑伫椅仔拐袂振动，敢若会向身躯片片戳。鸡龟啊，甲锁仔透开放冷去，迄手骨的火才流过来手里，雄雄按剁无去的大头母兄做一个舞出来。乌青的甲菜刀偏咧，甲落伫涂骹的镜头啊捏起来，温气咧流出来的火，像当囡仔安尼带被顶面当一个火印，伫囡仔写的名边啊。迄烧烧的火，互皮纸四打去。伫被顶面黏面卷起，红红四角四角，亲像咱普通伫文书顶面正式长的印仔共款。伊甲皮纸凹做四凹，迄块镜头啊夹伫纸内面，落入去皮笼封好势，地带裤袋啊。甲鸡龟啊两个人相在，头壳底乌色的安全帽，面冚起来，乌倒摆徛咧就出去。总过市内，来到花美街医生馆头前，看板搁任何针，无啊无烫就入去。拄好迄医生无用咧看病，伊甲批等带桌顶，无讲半句话，滑头就出来。门口路边乌倒摆噗噗噗咧等伊，跳上车，吹一个油，放一句乌烟，数一个就走甲无看去。连面医生馆电话响三声，阿珍啊摕起来听。喂，头家娘啊，今朝吼，我遮有捡着一个囡仔，毋知啥人的。你是谁？朋友啦，拄则吼，迄皮笼内面有一项物，要拜托你认看卖，是毋是恁囝的？若是吼，后
日中昼12点，现金300万。阿晶总来问因翁，是啥物批？批啊对吼，系医生遮的记者，拄则有人送批来，拆开内面一张批纸，凹做四凹，拆开看，内面佫夹一块细块肉，乌倒红乌倒红，斟酌甲认。奇怪，这什么物件？哈，是镜头啊！夭寿，肉顶面黏一块指甲，就是一只剁断去的人镜头啊！看起来还佫青青，血片拄则见打去。读下批有囡仔写的名陈明进，下面佫有4字大字，报警察死。陈明进是啥人？名边仔一个血印，四四角角，但要比看卖，袂活啦。拄好甲迄块镜头啊变大无。医生心内想讲：啊系啊，这明明是绑票掠囡仔去咧创治，毋是算假。啊，毋过他会写陈明进这个名，甲阮囝明辉啊拄好差一字。啊，敢会是青光写毋对去？看迄块镜头啊，幼幼细细，短短直直，指甲反乌绿，想讲打袂活。这囡仔镜头啊，逐记都相像，要安怎去认是谁个？紧打电话去学校门看卖咧。喂，我是陈明辉的妈妈，请问阮明辉啊有伫学校上课无？家早的明辉啊，前早起就去伫学校咧上课，赶紧请驶入去学校，马上甲囡仔带转来厝。甲菜刀扁咧，就是拼意思。但是吼，即个词，咱台湾人的讲法足济，但较大力，扁嘛真大力，啊拼是佮等较远。迄个用迄个句字来讲吼，啊甲大细力来讲，迄动作拢是但是无啥共。伊啊的构造有伊啊关，伊啊关是坏的。哦，关是坏的，你固定你经的迄个坏关就是啦吼。讲到这篇无情城市吼，哇，这个吼，伊哪看着，互我感觉哪像咧看迄个顶头，还是啥物，迄个乌道电影吼，迄款情景吼，哇，这看了会喘呢吼。咧讲。剁镜头啊啦吼，啊是讲这镜头啊包咧这个纸吼啊，这个小小的血互皮纸撕打去吼，哇这啊个纸凹做四凹啊，迄块镜头啊夹伫纸内面，顶顶吼这样描写，啊真正是虽然讲只是文字尔，毋过你若甲读吼，哎哟，真正会感觉会惊会喘的一种足写实的描写啦吼。这一个开始就是足恐怖的。这单位伊毋是讲对头啊开始讲一个故事，伊这对中迄一个经济上较恐怖的事件吼啊开始的，伊就是咧写讲一阵迄，这就真正争辩的吼啊，甲一个囡仔甲绑票吼啊，倒伊一块砖头啊吼啊，寄去互伊的爸母啊，要甲因讨偌侪钱啊，所以这其实这是一个开始写是真恐怖吼。啊，不过伊这就是可能嘛是一种写人读落去的方式。啊，这搁一摆有哪就是单位展现伊即种足好的文学的技巧。吼，像我写讲即个菜刀，即个阿款啊有画过，这阿款啊就是因咧插骨内底一个查某的，吼，啊伊这刀喙有来，吼，像讲刀喙即个事，咱拢会当学一个。啊，乌青的就一个土匪上真斩落去，迄镜头啊一个就剁断去。坐一截落伫涂骹，或者足恐怖的。啊，迄囡仔就是喙，互人用布剪咧，啊，伊袂出声，吼，惊甲目睭捏起来，毋敢看，或者足恐怖的一幕。虽然讲无声吼，啊，毋过迄足惊人。啊，过来就是迄花安尼舞出来安尼，啊，因就是捡迄块砖头啊，就是咱想当一个豆干因，吼，啊，佮寄去互因呢，伊寄毋着，寄去迄个医生遐，啊，佮敲电话甲恐吓。
茫因后生才知影，同班的有一个陈明进，自死毋知安怎，前昨就无来学校上课。迄医生想讲，担苦啊，敢会放票的青狗念着人，明明是要掠阮囝明辉，青狗掠着陈明进，糊涂来咧甲我讨钱，安尼话差一撮啊，阮囝就互掠去毒针头啊！医生愈想愈惊，赶紧甲明辉啊带去3楼，房间锁起来，毋互伊出来。当要安怎？囡仔已经倒来伫厝里啊，当无代志啊，毋免惊。敢毋免报警察？要安怎报？你无看这批4字写遮大字，报警察死！啊，陈明进啥人的囝？咱敢毋免甲因爸母通知？要安怎通知？即卖的人你都知，好人袂做得，好心互雷针。像咱即卖安尼，点点上界无代志。若是去通知警察，刑事高甜，创了无好势，煞连咱嘛嫌疑在内去。毋过迄电话有明讲，若要见囝一面，后日中昼12点。嗨哟，啊，迄也毋是咱的囝，甲咱无关系。你若拢讲袂听，甲你讲，咱明辉有安全转来就好啊。别人的代志，咱莫插，人因家己会去处理。啊无，你是要替因去纳迄300万是无？阿晶无愿意，听听咧也是因翁讲了有理，想想咧袂放心，甲翁讲：啊无，阿辉啊，咱先带来去台北阿哥遐咪。到尾才知影念着人去啊，伊是要掠一个医生的后生啊呢。啊，即个医生的爸母到尾知影讲因念着人，哎，拢想讲啊，好佳哉，毋是阮囝。啊，咱莫遮代志就好啊，咱无代志就好啊，嘛无讲去甲通知讲即个互掠着即个爸母，因为这其实是因后生的同学，共班的同学啦，因的名差一字，啊，迄土匪念着人去。迄医生想担看，敢会放票的青狗念着人，青狗嘛真水，这甲青花色共款，拢写对青色的青啦吼，啊应该是青云的青啦，青公的狗啦。咱知影迄狗吼会性足急，做代志匆匆忙忙，啊所以讲青狗。签抽了的时，香已经烧一半去啊。伊甲香摕过来中迄个大香炉插好势，佮甲新明拜3下。接我过来清净师姐办公室，这师姐办公室头前一张玉兰，上界清净。阿金拿来就泡茶测试过，交谈上界亲切。就是旧年明辉啊有迄个病时，清净师姐有甲伊表示：借佛慈悲救万难。所以阿金有甲新明约束下愿。若是你借佛保庇，互阮阿辉啊一个月平安无代志，我着一个月来烧香拜拜，奉献新明5万块。新明马上答应，一般就3个上杯，因为迄时代代专科教授有甲伊说明，这种儿童的白血病治疗了后，结果较歹按算。若是好运，5年内无搁再发作，根治的机会就真大。所以阿晶是即款的拍算。咱求新明袂输甲公司买保险，1月日纳一摆，分期付款，5档若纳了无代志，啊，就好势啊。所以伊拢有照起工，1个月来一摆，到呾已经纳5摆啊。当然成绩袂歹，阿辉啊，一切平安无事。即日下晡，清净师姐看阿晶面色无好，见面讲：无清无净，我心不定。阿晶甲迄日掠囡仔剁镜头的代志，按头到尾讲互师姐听，佮摕拄正抽的迄支签互师姐看。前世好歹，即世赔。
命中注定有大劫，明妃前进得功名。书这读了，目睭起，嘴里念讲：阿弥陀佛，好的来，歹的去，这佛保庇，保你明妃啊无代志。安尼也真正放心，知影神明已经同意用明镜代替明妃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伊前世有欠明妃的债。我是感觉这篇一方面，这个医生这种个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对这个绑票绑唔到的，这乌青的遮的描写搁另外一方面，搁写着宗教方面的当然伊有直接写出这个名啦，但是就是讲，这是嘛真侪人心态，求神明袂输是咧买保险咱有照起工纳有纳保险费有添油香啦就保庇咱规家无代志等等这种心态这嘛是有真侪台湾人的这个想法啦绑票就是掠人恐吓钱财的意思。伫民国70年，林洋港先生接任内政部长的时，会夸口讲3个月内要互铁桶业萧条。即句大声话，结果呢，讲伊要整顿治安，结果治安无效果，变做笑话。无当紧，阁无几年因为大家乐的大流行牺牲，这个签牌的人爱钱甲遐。为着装钱要签大家乐，所以呢，怎啊咧开始发生绑票的事件，直直来，直直多。绑票上开始事件就是对74、5年遐大家乐的牺牲，到76年发生新竹迄个陆政的小朋友的迄个绑票案，100万退去，人嘛掠无着，尸体嘛拢找无。一个上轰动的，就是艺人白冰冰的查某囝白小燕的命案。迄当阵有3个这个歹徒，就是陈进兴、高天明、林春生，因拢有穿的，会使甲警察拼，甚至讲电视呢现场转播歹徒甲警方发生枪战，造成社会上足大迄个惊吓。乌青的一手甲细汉囡仔绑起来，大力甲绑落去。干！恁某甲恁爸咧义算的，唔纳钱，恁爸斩你这只手拄笑。一刀就甲斩落去，迄囡仔袂负哀，拄好5支镜头坐倒无去。唔甘愿，规目都火，菜刀举起来要搁剁，家规按外口入来。拄一份报纸互伊，讲：干，你看，迄报纸顶面有一张细张相，甲对较真诶。干，就是这个唔正囡仔诶。阿权啊，这顶面咧写啥？叫阿权来读遐个字，古怪，阁是一则找人诶广告。陈明进无故失踪，爸母找无真烦恼。报消息的，赏金5万块。问迄囡仔讲：恁老爸叫啥名？陈进发。伊咧做啥？开电器行。大苦啊！毋是做医生的，糊涂念着囡仔，结局冤枉剁毋着镜头啊！无怪迄医生大好打，到呾毋来纳钱。大好啊！到遮来，布准菜瓜，蚵准含钱，七做八就甲罚。拍一支电话去文心电器行，扬3声，头家娘接起来听，乌青的讲：头家娘，交掉了迄报纸有讲你咧找无陈明进。伊伫倒位？阮明进伫倒？你是啥人啊？乌青的甲电话拄互囡仔，叫伊甲老母讲话。
进啊，你是安怎啦？你伫倒位？乌青的电话抢过来，明进吼，伫遮袂惯事呢，差要转去啦。若是要搁见伊一面，明仔载中昼12点，赏金300万。迄老母听甲骹手皮皮喘，知影是绑票的掠囝去，10楼的心肝拢咧火烧厝，电话中一直甲哀求。拜托咧，拜托咧啦！好心我的囡仔毋通甲我讲。大好啊，到遮来，脯啊准菜瓜，蚵啊准番薯，切啊做白啊，着加核。大会使讲话头，大豆啊，大好啊，这个大会使讲是话头话母啦。脯啊准菜瓜，用准的，这个准就是应该毋是，但是甲当作是安尼。蚵啊准番薯啊，切啊做白啊，咱顶回捌讲过，迄切甲白拢有乱的意思，我要来吼。过当日，一个钱款好势，照电话中的指示，陈正发家己一个驶车去草屯，一路操心搁紧张，无注意到后面早着一只乌多摆咧甲对，来到12字路口，拄好红灯停落来，雄雄一只乌多摆从挖来，车顶两个人头壳甲面看黑暗的安全帽，像太空来的外星人掠伊看。后面迄个按巴肚边抽一支底枪出来，如何自死？枪管正正对伊的面。陈正发毋敢震动，乖乖身躯边迄个钱摕互伊。拄好红灯换着灯，迄乌多摆输一个，钱甲人拢总无去。转来到厝，一个钱压出来涂骹看，哪看哪懵，愈懵愈爽。算算咧，足足有300万，拄好300万。安娘咧，像我咧趁钱才有新鲜，哈哈哈！你有听到无？钱要偌济，拢互你干，要知嘛？甲出500万。三个人分直直搏，秘鲁开来灌。雄雄听到房间内面囡仔咧吼的声，这囡仔打要安怎？唉，这吼你免烦恼啦。我甲家几仔吼来处理就好。线手拨一捧钱互阿权，遮个钱吼，你摕去买水衫啦。嘿嘿。到第9天，阿珍才对报纸顶面看到这个消息。伫草屯的公路边，有人发现一个查甫囡仔的尸体。初步法医鉴定，讲是互人吹暗棍死的，手骨拍入去。其他身躯有伤，正手大拇王甲倒手指头啊，拢无去。初步法医鉴定，讲是互人吹暗棍死的，手骨拍入去，其他身躯有伤，正手大拇王甲倒手指头啊，拢无去，无去，甲无去无共。大拇指，咱台湾的讲法足侪种，简单点一个吼。大拇指、大拇指、指头拇公、大拇王、大头母、大拇母、指头母、大头母。哦，每一个所在讲法拢无共，这要到头足麻烦。个。较趣味的是台中偏将腔的讲大富翁，当然这家己亲生的爸母就足惊，伊真正有来甲摕遐钱摸遐钱来，毋过你搁家这囡仔杀互死安尼，就无天良。所以伊才会讲这无情城市的号这名，就是安尼。无情城市吼，有哪咧写讲即个台湾人吼，到尾啊台湾经济较好了，有趁寡钱了，其实是。规个道德吼，拢沦落落去啊啦吼！我个人是感觉讲，这有哪甲迄个市民的即个环境有关系吼。因为你
治，种无啥物公义吼，无法治的一个社会，你颠倒有当时你出来照你的良心咧讲话，还是做代志，煞颠倒互甲你迫害，所以到尾规气都也好啦，拢顾趁钱就好啊。啊，到尾就是变甲讲为着趁钱，你看这生命吼，啊，拢无啥物价值安尼，吼，啊，着家己逐个拢虽然顾生命吼，日头赤炎炎安尼，吼，啊，这甲单位咧写讲迄个拄啊战后吼。迄会改赞，迄足无钱，啊，毋过足有情诶台湾人吼，这拄好是一个对照安尼。阿晶心内咧想，即个就是迄个互人念毋着绑票去诶细汉囡仔，因为伊诶爸母无人通知，毋知影通去纳钱，安尼互人做掉去。迄日，伊家己一个倒来自济宫，因为顶礼拜有甲神明讲好啊。代志若顺序解决，就是即款安排。伊要转来甲神明特别说多声。迄清净师姐听到囡仔谋杀的消息，知影代志圆满解决啦，替阿真欢喜，甲伊讲：恭喜恭喜！嘛是泡茶切西瓜，上解亲切。感谢师姐点示。按皮包仔内摕一张支票出来。双手交互师姐，佮另外添洋香5000块。师姐摕迄张支票伫手里，真安静清白的面容，一手捋光彩金金的佛珠，嘴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连续3句，钱甲支票才收起。这时，阿珍感觉。一切圆满结局，因为普通伫即款的场合，师姐是敢若念一遍阿弥陀佛尔尔。又搁对即项代志，伊甲因翁拢是同款的看法。若是明镜会当代替明辉，为着因即个心肝意仔的囝，100-300万奉献互神明，定着是比互绑票的摕去乌白开加真有意义啦。伊一方面安尼想。行离开师姐办公室的时，无张地去注意到，拄好诗人的玉兰已经开始大开。迄日下晡，正是满四周的清芳。一礼拜以来，踢伫心头的千斤万担，迄款做人老母顾一个私心甲爱心，放煞袂去的操烦，一时才若像鸟仔放出笼，做一个飞无去啊！即个绑票吼，有牵涉到几啊种的无情的方面就对啦。吼，第一，绑票的人，吼，啊，第二，互人绑票去的家庭、家属、亲人，啊，所以即个无情吼，我来甲分析起来吼，无情可能至少有3种啦。第一吼是为着钱来无情。迄个绑票的人为着钱来拆票、杀囡仔、夺钟头啊！吼，这是无情。啊，第二种无情，就是为着爱，就是即个明辉啊，因即个做医生的即个爸母，吼，为着爱伊家己的囝，自私的爱就对，但是足自然的自私的爱来无情。吼啊，牺牲明尽，即个互人杀死即个囡仔，吼，伊感觉讲加在有人替因囝死，吼，即款的无情，迄是为自私的爱生出来的无情。抑个一款较普遍、真普遍的无情，就是为着权力、名声来无情，像讲独裁者，吼，发动战争啥货。吼，迄嘛是一种真大诶无情，啊，迄毋是为着钱，毋是为着爱，为着权利。所以，即个无情城市，即个绑票即个代志吼，是敢若讲着即个为着钱，啊，甲为着即个爱，即个两真无共诶方面诶，即个无情就对啦，吼。啊，比如讲迄个师姐，迄嘛是为着伊诶即个庙人诶钱。吼，或者讲名声，吼，因为有准无准
拢会影响到伊的名声吼，来做即款无情的代志。当然到落尾伊也是有踅落转来到讲，即个宗教上吼，我想这嘛是有寡时阵咱有一寡标志咧评论的啦吼，就是讲宗教团体的一寡做法所谓讲会表示对社会是安怎奉献吼，毋过呢，是毋是讲实际上对人的影响甲实际上是毋是真正完全无求回报这我想嘛真侪人有咧讨论啦吼，对，所以其实这篇我感觉是介好的其中另外一篇对即个社会现实透过绑票事件去讲人性一篇真好的作品。总是也有一个问题，因翁甲伊袂当完全理解，迄报纸明明有写，囡仔正手大母王甲倒手镜头拢无去，是安怎因到呾才拢总收到一支镜头尔？因为毋爱野史的关系即点甲即个案件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无去进一步去研究，点怎安尼到这准煞去？像讲这医生甲伊的牵手，这医生算讲是一个知识分子又受教育的，咱甲看嘛是安尼变甲足自私的因照讲咱医生是咧甲人治疗即个病痛伊看到即个病人的艰苦，患者的艰苦，应该是会较慈悲一丝啦。结局是遮尔自私拢无想着讲迄爸母是安怎紧张佮迄个囡仔互掠去。毋知会拄着啥物款的艰苦拢无去想遐个代志。其实因这若迄阵报警察，反正是要会负甲救出来嘛，无得确啦咱看着土匪嘛是真无情，足残的就对足残的。这为着钱，迄人对人的生命拢无得顾。咱佫看着伊伊摕着钱了，就是开始安尼对迄个查某的迄个款就开始骹来手来迄种，这种就。我感觉单位足够写即款的，就是这足黑暗的一面啦，迄当然伊才甲迄个书记即个摆布的迄先生娘去找伊该号迄个可能算讲发号的款做清净，其实这是足垃圾的，伊的心肝内底是足黑暗、足污的一丝仔都无清净，所以超工号即个名来就是咧甲伊批判咧考试的意思。即篇读了当然是足沉重的我想这台湾迄阵咧乌金足侪足侪即种绑票害人的事件，这咱拢捌经历过这就是这社会无公义的一个表现。无猜6个月以后，阿辉仔的白血病搁再发作，治疗无效。囡仔过身了后，阿珍就无搁逐个月转去自济点香烧金。分期付款互神明，到尾就是讲单位有啦，有互伊一个，那像伊伫作品内底，伊互伊一个公义，就是讲你安尼遮尔残忍安尼遮尔自私，所以因即个后生到尾着肺癌死去嘛这内底有哪有写着讲，伊即个医生的后生其实有着肺癌因老母。写起来，甲先别墅表面是足虔诚，其实这有哪拢足无智慧、迷信迄种的信教啦伊着去找一个不教的师傅这着拢叫伊讲你捐偌济着通好安怎拄安怎去的时拢对伊足好咧，因为伊会捐足侪钱嘛结果创甲安怎好到尾嘛是即个囡仔嘛是无去因老母着好，即个囡仔无去，我着无搁去迄个修道的所在嘛无搁捐钱所以咱甲看咱这信用的赞助嘛是真假等咱像较心明利的交换我着甲你乌洗，我摕偌济钱你着爱互我完成我的愿望照我求的安尼所以你若讲即种的信用的赞助是安尼宗教的赞助是安尼，其实咱的文化的水准有哪袂提升啦咱家己本身个人的迄个修养嘛袂提升所以这我感觉这有咱会反省的所在就是讲这无论对一种宗教，实在是嘛毋好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的迄个信徒，你安尼真正是甲因教歹去你应该爱帮助因会当提升家己的精神赞助，安尼来信教来修道，毋则有意义
无安尼无啥物意思啊，你敢若蹛遐可能庙起甲倒水佫有玉兰花，敢若迄个点香啥物花袂输，足清净。迄种清净其实是自私呢，你无咧管讲迄社会内底这集体的苦难，你敢若你家己会当出头天就好啊。其实到尾还是所有诶拢做伙沉沦落去，连你家己嘛是。所以咱爱有这个了解，就是讲真正嘛是爱关怀咱家己以外的，爱大家做伙拢变好，安尼才有可能出头天。集体有出头天，个人才有法度出头天啦。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看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啥物款的滋味呢？节目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无情城市陈露，这是一篇顾痛心写无情社会的文章。因为人对社会群体无关心，要追求的生命价值全伫物质甲金钱，所摆对别人的死活无要无义，感觉真坎坷，毋过嘛愈惊吓。因为甲咱即卖的社会愈相像，尤其是无思考辩论底底的宗教信仰，互人凊凊彩彩，都甲运命当作事上，完全无要为着正确的代志拍拼走撞。人性的关怀煞当作牙架找麻烦，真正的悲剧就是安尼来的。可怜迄明镜，好好啊一个囡仔，怎啊变落崩死，读到我心肝焦脆。毋过这拄好证明，咱是有情感，会感觉痛，毋是无情的人。敢若是伫即个无情城市内拍拼走找共款会疼惜咱的人。我永远的故乡。